主后2023年11月1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上主是我的上帝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以赛亚书25章第1节到第9节。上主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尊你做大，称赞你的名。我要尊你做大，称赞你的名，因为你有用真诚信实实现对古早就假话奇妙的事。你有互城变做粪扫堆，互设防的城荒废，互外国人的要塞彻底毁坏，永远袂当重建。所以，仰命的人民要荣耀你。强暴城市的国民要敬畏你。你一直是散赤人的倚靠，是欠缺的人艰难中的堡垒，是狂风暴雨中的避难所，是炎热的时的阴影。因为强暴的人攻击的时，若狂风直拍城墙。外国人的喧哗亲像旷野的炎热，你用云热砍，互热气消散。你互强暴的人无阁唱凯旋的歌。伫即个山顶，上主万军的统帅要为着万民准备丰盛的宴席，上好的酒宴，有肥肉，有骨髓，有陈年的好酒。伫即个山顶，伊要将所有的人民黄面的被甲列国嵌身躯的布摕掉。至悬的上主要永远吞灭死亡，对逐个人的面拭去因的目屎。伊要伫全地除去伊子民的体辱。上主安尼宣布。伫迄日，有人话讲：恁看，即位是阮的上帝，阮一直伫仰望伊，伊一定会来解救阮。即位是阮一直伫听候的上主，咱着来欢喜庆祝伊的拯救。上主是我的上帝。本章是学了上帝的诗歌开始，讲述无论过去也是未来，上帝的子民伫全地遭受审判的灾难中，拢爱得到上帝的拯救。上帝得要毁灭强暴甲残酷的国家，亲像巴比伦、亚述甲埃及，对这恶者手中拯救伊的子民。上帝要完全除去因所受的凌辱、冷言冷语、指责、恶意甲暴行。伊要亲自拭去因的目屎，互伊看见新天新地的美好。伫圣经中，学了上帝若像是一件真轻巧的代志，伫苦难中要学了上帝，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。犹太百姓捌面临极大的困境，受强权压迫，无地通求助，总是因咧坚信上主是因的上帝。因伫困境中发出懊恼的声，搁坚持家己的信仰，相信上帝会对因的苦难中拯救因。即种坚韧和信念，互因会当伫困境中找到安慰甲盼望。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纳粹德国对犹太人进行无情的压迫甲大屠杀。伫集中营的黑暗中，无数的犹太人经历极度的痛苦和艰难。总是一寡幸存者还会当保持对上帝的信心和懊恼。Anne Frank 就是一个伫
境中还保持信心甲勇敢的少女。当落时，伊甲因兜的人秘藏踮阿姆斯特丹的一个秘密中心所，避免遭受纳粹的逮捕。伫迄个猥琐的空间内面，伊用笔记本记录家己的经历甲思想，后来出版《安妮日记》。尽管身踮绝望的环境，安妮·弗兰克展现惊人的坚强甲对生命的热爱。伊的日记表达对上帝的信心和对未来的希望。安妮的勇气和坚持，鼓舞真侪人重新振作，搁伫困境中找到光明。检采，你目前拄陷入伫人生的低谷，你要安怎行出来的？遭遇失落甲绝望的时，学了上帝是通互人产生信心甲力量的方式，互人伫困苦中搁再互上帝安慰，对这得到快乐和希望。借着学了，人通将焦点对家己的痛苦转向上帝的大能和慈爱，体会伊的同在甲关怀。这种深深经历上帝的疼，要互咱深信，就算伫困境中，上帝还甲咱同在，赐予咱快乐和安慰，互咱知影家己并毋是孤单面对困境，反倒是有一位全能的上帝甲咱相合行。愿望每一个上帝所疼的儿女，拢会当亲像犹太百姓伫经历上帝的救恩了后，宣告讲：恁看，这位是阮的上帝，阮一直在仰望伊，伊一定会来解救阮。这位是阮一直在等候的上主，咱就来欢喜庆祝伊的拯救。默想，想看卖，上帝伫我的生命中已经成就甚物代志？伊阁要成就甚物代志呢？想看卖，上帝伫我的生命中已经成就了甚物代志？伊阁要成就甚物代志呢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我要学了你，我要尊重你，将我一生完全交托予你。无论顺境逆境，我拢要坚定倚靠你，继续向前行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